1933年起的军辉桥是其中一班小接嘉义县市的桥，却因为伤过旧，这桥墩跨现现，这个月初5封起来要进行改建工程。公路总局为着要偷开逐工的车流量，伫咧军辉桥的两边呢，拢起一座单向的便道。不过，钓民众反映讲，大概过桥拢爱经过5个青暗灯，若到上下课时间，这交通拢卖拍吉。二九徛伫路口指挥交通，连接嘉义县市的军辉桥，因为要改建，所以封闭。改建的期间，为着方便民众出入，公路局伫军辉桥的双边边，拢有起一座便桥，限制单向通行，嘛有增加车辆灯的数量，甲停等的时间。现在这样子就车子蛮多的，那上下班的时候车流量又更多。后窗方面拐的话，你就变做爱绕行啊，你就爱加动落山安全灯啊。改道的初期，因为惊民众无煞无适应，相关单位讲会派人24点钟伫遮来指挥交通。嘉义市警方嘛伫上下班车较济的时间，加强人力来协助。本来会当行，即马拄也袂当行，变单行道嘛。所以讲，因会要过来这边，会靠位迄边，搁靠一连，到位这边才会当过来。跟嘉义市政府交通处，还有警察局这边。每天都有去密切去观察一下他民众在行驶动线上的一个情况，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滚动的检讨。军辉桥伫1933年起的，伫1959年北市水闸害起了后，伫1960年中间一直使用到今，因为桥面跨度无够，桥嘛旧去，所以需要改建。工程单位表示，规个工程按算明年8月底完工。这段期间，民众出入袂管是无方便，会看交通状况，随时调整甲应变，希望减少民众的不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